53歲嘅鄭中基舊年9月因為同前經理人何慶湘鬧出緋聞，同太太余詩敏傳出離婚。之後鄭中基宣布同何慶湘終止合作，遠赴美國接受戒酒療程之後，先至再度回歸幕前。佢同太太俾人發現互相取消追蹤 IG 之後，鄭中基又俾傳媒影到現身家事法庭。東周刊日前獨家直擊到鄭中基孤身一人湊仔仔，有張相可以見到佢身形暴瘦，亦都有消息話余詩敏同朋友帶薪，鄭中基嘅贍養費每個月淨係得8000蚊，好難應付到一對仔女嘅日常開銷，因此佢哋兩個未能達成共識，最後鬧上法庭。亦都有傳聞指出，舊年鄭中基同何慶湘嘅割席聲明係由余詩敏代筆。不過鄭中基同何慶湘似乎掟煲唔掟蓋。鄭中基早前赴美開演唱會，何慶湘亦